Raishin。歡迎收睇我嘅 channel 金 Raishin。我只不過係停咗1個禮拜，結果就俾你哋班友仔嚟追我數。講真嘅，其實我真係好多謝大家，至少你哋有關注緊我嘅影片啊嘛。喺出邊有幾多個 YouTuber 經常會俾佢啲 fans 或者係嗰啲觀眾群嘈佢出片嘅呢？至少我識嘅熟嘅都冇幾多個有好似我咁樣嘅待遇咯。所以我曾經喺我嘅影片入邊聲明過，如果冇咩嘢好講嘅話呢，我就唔會每一個禮拜出觀後感嘅影片噶啦。但係你哋依然係每一個星期都喺度期待緊我嘅觀後感影片。真嘅，我好感恩。翻嚟呢個禮拜嘅影片咧，同以往一樣都係會有劇透嘅。話說楊康因為唔爽郭靖喺度阻頭阻勢，所以就決定為郭靖設下咗一個鴻門宴。表面上係邀請郭靖嚟出席呢一場和頭酒，實質上係暗中派出蒙古兵去懟冧郭靖。咁結果楊康嘅計劃係成功咗一半嘅，郭靖真係中 trap 咗，不過冇死到啦，因為喺危急之中楊過延伸救咗郭靖，並將身受重傷嘅郭靖帶翻古墓入邊療傷。楊康就梗係興到 BB 聲噶啦，就喺度諗：死衰仔啊，你竟然食碗面反碗底！仲有郭靖，你點解處處維護佢？莫非呢個死靚仔係你嘅親生仔？我竟然戴綠帽！楊康越諗越唔順啊，卒之都忍唔住命令啲蒙古兵去懟冧楊過。使唔使咁毒啊仆街！同時楊過亦都好唔順氣，要揾楊康算賬。過兒，你唔好衝動，姑姑你唔好理我。過兒呢件事唔係咁簡單噶，我唔理。爹今次實在太過分啦，佢係你爹嚟噶，阿爹又點啊？佢連郭伯伯都想殺啊！呢啲叫兄弟咩？過兒，呢個係我同楊兄弟之間嘅事，你唔好插手。郭伯伯，你專心喺度養傷，阿爹今次實在太過分啦，我已經忍無可忍啦！講完楊過就即刻走去揾蒙古兵算賬，可惜佢俾怒火衝昏咗頭啊！結果就一直俾蒙古兵撳住嚟打。就喺呢個時候，郭伯伯，果然你嘅心意，郭伯伯已經收下啦，呢度就交俾我啦。講完郭靖就即刻使咗降龍十八掌第七式，震驚百里，仲瓜咗咁多蒙古兵啦。楊康睇到咁嘅局面，仲諗咩啊？梗係生就計，走為上策啦。從今以後，楊過就決定同郭靖聯手對抗楊康同埋蒙古兵，真正嘅戰鬥而家先開始。今次咧我會將第7集同埋第8集咧一齊講，正因為第7集係冇太多嘅爆點，所以我先等到第8集出咗街之後咧先一齊做嘅。經過我呢2集嘅分析咧，我得出嘅結論就係，通常反派都會比主角一個人等睇得特別通透啲嘅。至少 Barry 好早就知道咗 Zero 係匿喺上巴族男嘅身體入邊，話唔定佢都知道咗豬度係佢嘅親生仔呢個事實添。然之後啲反派就好中意控制成場遊戲嘅，明明係有機會可以對冧嘅對手咧，就偏偏要讓菜，係都要俾對方反擊，然之後輸咗場比賽先甘願嘅喎。當然呢2集嘅主要目光就係放喺 Zero 同埋上巴族男嘅身上。我可唔可以稱佢為 Zero 成長記呢？最初佢覺得自己可以變成 Ultraman 而有啲得戚，後嚟喺生死邊緣之際咧，佢先感受到原來死亡係咁可怕嘅，害怕成為 Ultraman。其實我都可以理解嘅，怕死係人之常情。加上佢有家室，第一個諗到嘅咧就係自己嘅妻子同埋女兒，所以先會縮沙嘅啫。最後佢都衝破咗自己嘅心魔，再一次同 Zero 同步，勇敢咁樣踏出第一步，同主角一齊對抗敵人。其實呢個精神係真係整唔錯噶，值得俾個 like 佢。不過我個人認為 Zero 復活嘅時間實在太快啦。起初咧我都以為 Zero 喺第7集俾做低咗之後，可能係要多幾話先會復活嘅。點鬼知下一集就即刻同我復活，咁樣個劇情安排其實唔係幾好嘅，反而會有啲似鬧劇嘅感覺。加上 Zero 一復活之後 Ultraman Hikari 就即刻撲埋嚟 support， 然之後就將一紮裝備交咗俾佢。復活之後嘅 Zero 就馬上獲得新嘅力量啦。你講咁嘅進度係咪急促咗啲呢？One more thing，獲得新嘅裝備嘅 Zero 喺使用呢啲裝備嘅時候，唔淨止成個變身過程花咗2分鐘咁長，仲要一次過同埋4個 Ultraman 一齊融合，離唔離譜咗啲啊？我諗住豬度融合咪算數咯，諗唔到 Zero 都玩埋呢一招添。所以 Zero 受重傷係為咗要俾Bandai銷售新嘅玩具，就係咁簡單嘅啫。OK， 其實我係唔介意咧要買玩具嗰啲咁樣嘅嘢嘅，不過今次 Zero 嘅風頭係真係出到好盡下咯。咁樣嘅發展會唔會下一次豬度都會攞住好幾個嘅 Ultraman， 然之後一齊融合變成另一個新嘅形體呢？講真嘅，我開始係豬度擔心，因為下一集佢會同 Zero 一齊對抗敵人，分分鐘 Zero 嘅風頭係會冚過豬度嘅。如果接落嚟嘅劇情一直都會有 Zero 同埋豬度一齊健身打怪獸嘅話，咁你話呢個 series 仲係唔係 Ultraman 豬度呢？我真係唔敢諗，而家新世代嘅 setting 乜嘢嘢都可以搞得出嚟。
今日就講住咁多先，有機會再同大家 share 下 Ultraman G 度嘅觀後感。如果係有爆點的話，話說下一集就開始諗到女主角嘅身世。咁究竟佢同 Belia 還是係嗰個人間體又有啲乜嘢仇恨呢 ？Anyway， 一齊嚟睇下咧。如果你想知道我下一集嘅觀後感幾時會出嘅話咧，咁你就記住要點擊右上角嘅呢一個 button 嚟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如果你已經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可以撳呢一度嘅小叮當，咁樣你就可以第一時間知道我所發布嘅最新影片啦。By the way， 如果你係中意我呢個影片，請你俾個 like 我，同埋 share 出去俾身邊嘅朋友。如果有啲咩想講嘅話咧，歡迎你喺個影片下底留個 message 俾我噶。唔好忘記去我嘅 Facebook fan page 俾個 like 我，同埋 follow 我嘅 Instagram。喺呢度會有幾個推薦嘅影片，有興趣嘅話可以點擊入去觀賞。如果你真係唔知道要點樣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嘅話，咁你就可以點擊呢一個頭像嚟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咁樣你就可以第一時間知道我嘅影片嘅內容係做咩春㗎啦喂。所以啫，麥當你。